一站，后一站咱这是唱第4站嘛吼。OK， 好，来，咱即再搁唱一个哦，预备来。所以经过，来，歹势，搁一摆吼，来PPT 头前一页，好，预备来。所以经过一人不论大小事，每到日子是帮上帝演最主，你所伫咧稳定照顾上来讲，主会还为因抓的我家乡，主会稳定你的生的笑，主会稳定你降生为了，主会稳定当下生来去，稳到百姓感谢上帝大慈悲。好。咱练习到遮，有带手机的请关机，也是关做震动。我的心静静，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上帝啊，伫你的殿内，愿少念你的慈爱。咱同齐起立来吟圣诗25首。奇妙圣名，至善搁美丽，来学乐敬拜咱的上帝。Give
咱要齐声用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错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要用主的话来三角启应。启应文27篇，也就是诗篇113篇，着称赞上主。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统辖万国。啥人会通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对真爱贴跋善食人，互因甲贵族排做伙，伊互袂生的妇人人有大家庭，着称赞上主。同心来祈祷，大权能荣耀的上帝，阮感谢你，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你互阮，你赐互阮天顶一切属灵的福气。伫创造世界以前，你拣选阮，成做你圣洁的子民。你用仁爱定着阮，对耶稣基督得着囝的名分，对伊的保护，互阮得着赎回。你赦免阮拢总的罪过，让阮显明你奥妙的旨意，互万物无论伫天里、伫地里，拢伫基督来合一。你赐互阮圣神，成做印记，基业的凭据。上帝啊，因为你恩典丰富，愿一切的荣耀、恶乐拢归伫你。真善美的主，永远伫地的上帝，你有父性的尊严，也有母性的慈爱。愿感谢你创造人的时，有造男造女，互因互相做伴、做主的工作，建立家庭。因为救主耶稣基督降生，互妇女地位提悬，主耶稣亲身做因的导师甲好朋友，传授宝贵的教训，互妇女参与服侍、传福音的圣工，搁用主所留的保护、救赎，伫主国外的早起，大声妇女、女信徒来显现。今仔日是总会妇女事工纪念主日，阮特别为遐个游园含伫弱势、受到暴击、轻视、无伫处境中的妇女来祈求，求主高活大能，介入遐个妇女的性命，透放因得到自由，赏赐因有健康、自我价值的认同，成就主对创世以前对女性建造计划所怀抱的美好的旨意。大权能主上帝，你互阮真侪忠实的祭司，互阮全然向你献上祈求，甲为人祈祷，求你接纳阮。为遐个疫情严重的国家祈祷，也为乌克兰甲俄罗斯两国遐个战争来祈祷，
遐个生存伫国家战争中上苦的人，求主怜悯接纳因，拯救因，求你，互遐个邪恶的力量甲压迫离开乌克兰，拯救接纳遐个伫战争中无辜死伤的灵魂，怜悯保护遐个受伤甲流离失丧的人民。主啊，求你接纳阮为两国的统治者祈祷，求主伫俄罗斯首领普丁的心思意念同共，互伊用智慧甲压挺心，本着真理来治理国家，祈求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停止侵略毁灭性的战争，伫世界共同生活中建立公义太平。伫大灾节期期间，阮伫主的圣殿，求主安静阮的心，全部听候上帝，将主的话藏伫阮的心内，互阮每一个人拢感受主甲阮同在，会结出好的果子，荣耀上帝的名。阮同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赞美妇女诗班因要吟快乐诗歌来带人敬拜。你给我走上最初心的光。
中听上帝的话。咱今仔日所要读上帝的话是记载伫旧约申命记26章第1节到11节。26章第1节，恁承接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来徛起的时，就对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将所收成逐项起头色的土产，摕一寡下伫篮，去上主，你的上帝拣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恁着去见值班的祭司，甲伊讲：我今仔日对上主，我的上帝宣认，我已经来到上主对阮的列祖立誓赏赐阮的地。祭司就将你的篮接去，下伫上主你的上帝的祭坛前，你着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告白讲：我的祖先是一个4过流浪的阿兰人，落去埃及，伫遐寄居，人野少少，后来伫遐成做一个大国强、人野多的民族。埃及人苦楚阮，欺压阮，强迫阮做苦工。阮就哀求上主，阮列祖的上帝。上主听见阮的声，看见阮的困境，阮的劳苦，阮受的压迫。上主就伸出大开力的手，用大高通行的事，甲生涯奇事，带阮出埃及。搁带阮到即所在，将即个流年甲敏的地赏赐阮。但上主，你赏赐互阮即个地起头色的土产，我已经带来奉献互你。了后，你就将遐个祭物下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伫遐敬拜伊。你甲利未人以及恁中间的外族人，就因为上主你的上帝赏赐你，甲你的家眷一切福分来庆祝。以上，咱请牧师来讲道。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来到伫你的面前，将阮家己一切献伫你的手中。因为你是赏赐万项有的上帝，互阮会当领受济济，也互阮会当照着这个恩赐，通成做正人的帮赞。主愿你用你的话继续带领阮，互阮伫每一日较高跟对你，也较高亲像耶稣基督的款式。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兄弟大家平安。咱自细汉到大汉，咱所学习一切的才能，其实拢是有一个过程的。毋知影咱敢有想过，咱是安怎学习奉献的？毋知影有人教过咱到底要安怎奉献无？我印象上深的，就是细汉的时阵，迄当时啊，也袂去到伫教会，但是妈妈踮伫教会内面咧抒琴。所以伊逐摆就会甲我讲：你圣诞节的时阵吼，来教会遮参加聚会，敢若圣诞节去，然后伊就摕100块互我。我嘛毋知到底摕这100块是要创啥物。伊就继续甲我讲：反正吼到一个天数，就有人会摕迄个袋仔到你的面前，你就甲100块落落就对啊。我就开始所以第一来个就100块落落，这是我开始知影啥物叫做奉献。其实我想，逐个人可能嘛差不多。自细汉开始，咱的是大人，若是有带咱来到伫教会，会开始慢慢地教导。毋过年纪愈来愈大，也是跟对主的过程愈来愈长的时阵，咱就开始去想。到底奉献的意义是啥物？所以教会嘛继续讲，所以奉献就是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
咱就会继续教导讲，奉献是一个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好，安尼咱阁把这个物件放伫咱的头壳内面啊，或是咱来回应上帝的恩典。阁继续行，其实咱拢一直踮伫一个咧问讲，啊，上帝到底我自细汉到大汉，我的人捌会当愈来愈进步无？今仔日咱读《申命记》26章这段经文，其实伊咧帮助咱知影讲，奉献毋敢若奉献，奉献是一个重新讲历史的行动，奉献是一个重新讲上帝拯救历史的行动，也是一个延续信仰价值的回应。这个小可无共款哦。原来咱咧奉献的时阵是安怎？是咧讲历史咧。我读到这的时阵，我就感觉，所以我自细汉迄个奉献底下来，到我伫我头前，我录一个100块落去的时阵，原来这是咧讲上帝拯救的历史，以及这个动作嘛咧延续咱的信仰价值。为什么安尼？咱来看以色列因经过什么事？以色列经过流浪，经过压迫。因所行的路，其实因一直咧看讲，到底上帝怎样用伊大权能的手保护因，互会当经过侪困难，行过侪困境，到伫因要踮伫应允的土地的时，咱会当想踮伫遮，以上帝的话对遮以色列人来讲，恁进入应允的土地，踮伫遐。恁会认真伫遐种作，种作的时会流汗，种作的时嘛可能会流出感动的目屎。伫遐一点一滴，拢咧表明啥物？现在你是自由的，现在你是已经得到自由的人啊！所以才会踮伫即段话，甲对以色列人讲，伫遐。恁已经开始种作，恁已经有修行了后，恁来安怎？爱将一开始设的迄个土产，缀伫篮内面摕来到伫祭司遮，爱摕来到伫祭司遮，表达恁的奉献。祭司将你的篮接去，下伫上主你的上帝这段前的时阵，搁爱告别啥物？搁爱告别过去所行的路，搁爱告别过去我是安怎行到现在的。所以伫遐认真拍拼、流汗、流目屎，有一个开始有修行，你需要将这个修行带到伫这段，献伫上帝的面前。这个讲的就是你过去行到现在，你所经过一切。所以，这个奉献是咧讲历史的故事。这个奉献嘛，咧延续一个信仰的价值，因为申命记内底爱遮以色列人，毋拿奉献的时阵，佫要安怎爱告别恁的信仰，爱告别恁的信仰。这段咧讲啥物？对第5节后壁遐，咱来看卖。我的祖先是一个4界流浪的亚兰人，落去埃及。我的祖先落去埃及，伫遐寄居人也少，后来伫遐成做一个大国强、人也济的民族。因咧讲，开始咧讲过去的故事啊。我是一个什么款的人？我咧流浪，渐渐成做一个人也济的民族，然后咧拄着苦楚。拄着埃及人的苦楚，拄着埃及人的欺压，强迫阮做苦工。上帝听见阮的哀求，看见阮的苦境，看见阮的苦楚，所以伊用伊大气力的手，要帮助阮，要带咱做伙出埃及。经过漂流，经过其压迫。到伫一个泥甲密的土地，到伫遐的时阵，你所想事我这个地起头式的土产，我已经带来要奉献给你啊！所以奉献毋那是奉献，奉献嘛是咧讲
咱过去所经验过的一切，咱过去所经验的故事，嘛透过这个故事邀请后一代，你永远爱会记哩，咱是安怎行到即卖的。所以这也帮助咱重新来学习奉献真实的意义。是咱会当讲，上帝是一个奉献是一个咱回应上帝恩典的动作。毋过，除了甲囡仔安尼讲以外，咱向行过来讲，搁较济就是咱的家庭过去到现在怎样经验上帝的恩典，咱的教会对过去到现在怎样经验上帝的恩典，那亲像以色列人共款。上帝带领以色列对漂流到真做人也济的大族，搁对受到人的努力行到伫得到自由，即马恁踮伫留年甲日的所在，踮伫即个土地，恁享受平安。踮伫即个土地顶面享受平安，所以爱甲起头色的土产归乎咱的上帝。而且，伊继续讲落去，进一步，伫即个庆贺的时阵，伫即个感谢的时阵，也是分享的时刻。你需要甲啥物人分享？甲利未人也爱甲恁中间的外族人做伙分享即个恩典。所以，奉献也毋那是咱家己的事，奉献嘛毋那是咱家己的事，奉献是一个咱甲外族人的事，邀请济济外族的人做伙来庆贺，做伙来感谢，做伙来分享，做伙经验上帝的疼。这是奉献。今仔日咱纪念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伫总会的文内面，伊咧讲，今仔日是妇女宣告100周年的纪念主日。若是要讲到妇女纪念主日的事，咱必须来开始来了解啊。所以，咱对过去到现在，咱到底经验过啥物？最近我看到一本红仔册，这本红仔册是巴克利牧师咧写巴克利牧师的故事。啊，这是一个敢若踮伫西门教会咧聚会的一个会友。啊，伊最近画几本红仔册，头一本咧画马街甲万银华。啊，过来第二本咧出迄个巴克利牧师。啊，我咧看即本红仔册，这会当鼓励囡仔看啦。毋过真特别，伊即本吼是台语文，所以红仔册内面的对话全部拢是台语文。看了嘛，真趣味。啊，用一个真活泼的方式来表达巴克利牧师的故事。啊，巴克利牧师甲伊丽莎白夫人为着即个土地，啊，我著看伊后壁，伊咧写讲到底为虾米伊要写要画这个故事啊？伊讲哦，宣教师甲台湾即个土地本来应该讲无啥物关系，但是因带着一个重要的信念，因带着信念漂流过海，来到伫台湾，这是一个因听拢无听过的所在。这是对因来讲一个听拢无听过的所在，来到伫台湾，因爱学习讲台语，因爱学习无共款的语言，啊嘛踮伫这个过程，因经验政权的变化，经过政权的变化，也受到威胁，为着性命的威胁，因所要做的到底是啥物？因所要爱的是将因内心，因感觉因生命内底一个真美好的事，想要甲人分享。所以，伫生命中间有一个超越过因所会当感受到的价值，因想要将这项事与人分享，所以至到因愿意离开家己的所在，漂流来到伫台湾，学习新的语言，也踮伫遮经验政权的变化，面对生命的危险。啊，这个漫画家讲，你无感觉这就是一个少年人讲真热血的故事吧？一个互人真感觉、真感动的故事。啊嘛，踮伫红仔册内面，咱嘛看到讲伊也有描写伊丽莎白牧师娘。伊丽莎白正做一个宣教师的夫人，
伊无限制伊家己是一个牧师娘难尔，伊咧做的是啥物？伊透过本身的专业，透过伊护理的专业，照顾包括的牧师，也照顾咱踮伫这附近所生活每一个弱势、软弱的人。所以伊丽莎白牧师娘甲巴克的牧师的结合，是一个医疗甲宣教的结合。踮伫即块土地顶面，为着台南带来真大的贡献。也因为安尼，今仔日咱的教会会当踮伫遮。也照着安尼，咱经验的是，咱的教会是一开始的根源是啥物？陪伴弱势者，是女性出发。陪伴弱势者，带来温暖，带来疼，这是咱的故事，这是咱教会的根源。后来真不幸，伊丽莎白踮伫上海过身，伊埋葬踮伫上海的外国人的公墓，别个的牧师埋葬踮伫咱台南市的基督教公墓，看起来是分离。总是因踮伫上帝的恩典内面，咱会当见证的是，因继续同行，将丰盛的文化留予今仔日的咱。这是咱历史的故事。也照着安尼，最近咱五楼的遐个历史的资料得到国家的认证吼，叫世界文化遗产。咱五楼的资料。成做世界文化的遗产，所以我真为了要看讲到底葫芦宣教100周年，所以我认真去看咱的小会记录。所以有几个段落，互咱来看一下，好无？这可能看无啥有，毋过我画出来这吼。头一个部分是1922年，1922年，1922年的艺术录内面，伫这段话内面，伊所咧讲的是黄世明长老，咱头一任的牧师黄世明，迄当时也是长老。伊讲吼，因为咱教会女性的信徒愈来愈增加，因为咱教会女性愈来愈增加，所以伊建议讲爱增加3名的女性执事。这是1922年发生的代志，伫一个以男性做中心的时代。迄当时黄长老看见这个异象，看到讲，因为咱教会女性愈来愈多所以咱需要增加3个女性的执事。后来经过选举，教会选出第一任女性的执事，成做咱整个台湾基督教会女性本地的女性参与伫教会管理甲决策的开始。所以今仔日咱踮伫遮讲葫芦宣教100周年，其实这是开始呢，这是重要的开始。好，我阁继续显落去，到伫1925年3年后的小会记录内面，伊伫遮有写着一个女的长老，伫遮有写着一个女的长老，伊的名叫做杜雪云，杜雪云。我就开始看到这个名的时阵，我开始咧犹豫，奇怪，咱的女性长老毋是1926，毋是1926才开始有女性的长老嘛？无这个到底是啥物人？所以开始去查，原来杜雪云姑娘是英国的宣教师。杜雪云姑娘是英国的宣教师，伊的老爸是一个牧师。踮伫伊原本踮伫英国的时阵，有一天，伊的老爸伫讲道内面讲，望讲今仔日即间教会内面会出一个海外的宣教师。这个姑娘，迄天礼拜结束，踮伫家己的厝内底，伊走去甲伊的爸爸拦咧，讲，安尼你今仔日毋是讲，伫咱即间教会内面爱有一个海外宣教师？就是我，所以杜雪云姑娘踮伫1916年受差派来到伫台南，先踮伫彰化，后来踮伫台南。伊主要的服侍踮伫长荣女中，所以中女的礼拜堂叫做
都说分纪念礼拜堂所以咱看到这个历史的资料时，咱就会发现，原来1925年是女性的长老参与伫咱教会的小会内面，是一个宣教师的身份。后来真不幸也经过政权，所以伫大战的时阵，杜姑娘受到日本军掠去，日本人甲伊掠去，关伫迄个收容所内面，身体愈来愈歹。1945年，伊踮伫印尼的苏门答腊过身啊。这是杜姑娘的故事所以咱伫这段记录内面，咱看到讲，伊丽莎白牧师娘是第一棒，但因为伊丽莎白牧师娘真正足早就离开啊，伊诚做第一棒，陪伴照顾每一个弱势者，搁续来一棒接着一棒，搁有杜姑娘，诚做女的长老伫咱的小会内面参与教会的事奉，到伫搁续来1926年，咱的教会正式选举出第一任的女性长老，所以这是咱教会是全台湾第一间有女性的长老，是1926年头一任。对女的执事到女的长老，对宣教师也到。这是本地的信徒，这是真正咱台湾人的信徒咧讲的，就是这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女性服侍的源头。这就是咱教会踮伫这个100多年来，上帝真奇妙的带领甲安排，互咱今仔日踮伫遮的咱去看到这个故事活伫咱中间。这个记录拢藏伫咱5楼，这个记录拢藏伫咱5楼。当然咧，显的时阵爱真细致，因为拢惊迄个纸会破去。看到这个事的时阵，咱就会发现，人、故事、团体、甲艺体做伙咧组成一个地方文化的根源，所以会记哩。人、故事、一个团体以及艺体这4个要素，组成一个地方文化真实的根源。这就是咱的教会，这也组成咱教会的根源。所以，咱对以色列人的故事，咱看到讲上帝引带因行往一个新的世界，踮伫迄个新的世界，因需要学习奉献。当到伫原起头。当到伫原起头，看到讲迄个故事愈来愈深，到伫我会当踮伫应允土地的时阵，我会记哩将我所领受的交伫上帝的手中。今仔日咱踮伫遮，咱教会女性的故事，看见讲上帝早就伫100年前，将这个超越性的眼光放伫遮。放伫咱的教会中间，伊咧讲的是，女性毋是踮伫男性的下面，女性毋是踮伫男性的下面，女性会当真自由，而且勇敢回应上帝放伫因生命中间的呼召，会当踮伫医疗、踮伫教育、踮伫服务、踮伫宣教中间，分享每一个人真特别的恩典，分享咱每一个人的恩赐。所以今仔日是奉献的事啊！今仔日唔单单是纪念，唔单单是纪念的事，今仔日是奉献的事。咱需要问咱家己，咱对过去行到现在，踮伫咱的教会中间一路行到伫现在，我所领受的到底是啥物？我所领受上帝真特别美好的恩典是啥物？刷来，咱需要做出新的回应。咱需要做出新的回应。咱每一摆讲这个故事的时阵，咱的心内底会开始有一个荣誉感走出来。咱需要对咱过去上帝怎样引带咱经过的这一切感觉骄傲，但是咱嘛踮伫这个骄傲的背后，咱更加去学习，真正感谢上帝。真正感谢上帝，互咱会当踮伫遮，
遮尔侪人的付出，伫这100年来台湾社会一直咧讲两性平权，一直咧讲现代女性要有现代女性的一寡我家己的想法的时阵，原来100年来咱已经行伫足进步的所在，咱已经行伫足进步的所在，咱经过漂流，经过压迫，咱去看讲上帝到底要怎样带咱学习去听，学习去分享，学习去庆贺，学习去纪念。所以对宣教师教咱过去的信徒，因看到伫因生命中间上界重要、上界美好的事，因要将这些物件身躯边的人分享。所以今仔日，咱有无共款的性别，咱有无共款的种族，咱有无共款的身份地位、心身的状况，以及成长背景的人，拢聚集点伫咱的教会中间。毋敢若是纪念，咱是重新转到起头的听，转到伫原起头的听，踮伫即个土地顶面写新的故事。今年的7月份总会一直咧讨论，咱要办一个伊丽莎白的纪念礼拜。其实伊丽莎白的纪念礼拜，真正真歹找资料。真歹找资料有一个原因，因为过去咱一切的记载拢掠男性做中心，所以女性的资料感觉真欠缺。所以才会鼓励咱每一个人，咱生命中间的记忆是重要的。每一个女性会当自由活出上帝放伫咱生命中间的文字，会当真正若是照少年人讲的，会当做家己。会当做家己是怎样做家己？去做出上帝放伫你生命中间特别的稳定，然后甲这项事带互咱身躯边的人祝福。原起头，上帝的创造超越过咱逐个人的想象。伫咱教会的原起头，上帝也使用女性。伫100年前，上帝也继续拣选每一代无共款的女性参与伫咱中间，所以今仔日咱无共款性别的人、无共款种族的人、无共款身份的人，拢会当踮伫遮，讲救恩的故事，讲信仰价值延续落去的故事。所以今仔日咱学习奉献，爱进一步啊，毋是干那讲回应上帝的恩典。咱今仔日讲奉献的时阵，会记你一开始讲的是啥物无？奉献的事是重新讲上帝拯救的故事。奉献是重新讲上帝拯救的故事，而且也互每一代信仰价值延续落去的行动。所以，迄个奉献地啊，伫头前毋是干那录落。你录的时阵，会去想。这就是一个重新讲我生命中间拯救故事、拯救的故事，也是一个信仰价值不断延续落去的。最近踮伫战争，大家人艰苦心，所以今仔日咱也要透过奉献来支持踮伫乌克兰救援的事工，去扶持一软弱的人。总会有来函，因要支持踮伫。咧帮助救这只难民的教会，所以这个奉献也咧继续讲上帝拯救的故事，咧帮助每一个所在，伫全世界有这受到困难的人，拢需要上帝的恩典。请咱来看我所写的一首诗《奉献起头的听》。起头的诗，你已经精选过。行过漂流，搬过压迫，大气力的双手是你的疼。搁看见起头的时，脚掌所搭，汗水一滴滴，目屎一阵阵，黏甲密的所在出产起头色的土产。
奉献起头的疼，是庆贺，是感恩，是分享，是纪念。种族、性别、身份、背景，无分彼此，诚心所献。咱所献是无分彼此，做伙要好世界所有的人得到祝福，也延续每一份信仰的价值。咱来看信息的新的这一节。好，咱来看这一节的歌词安怎写。感谢上主怜悯台湾美丽岛，疫情扩大，战乱迫我，闪无路，宽灵圣手奇妙疼痛来包围，消毒惊风，想使愿望得安慰。主的恩典着纪念，分享，无分性别、身份人种。同心奉献，咱起头的疼，庆贺主恩，感谢阿老主性命。等下咱这一节会唱2摆，等下咱这一节的部分，咱会吟2摆，所以咱对第1节开始来吟。拄着试炼灾害为你真艰苦，地高累只希望生命看无到，你所赐的恩典，逐项想来见，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主。主的恩典，你着算着少；主的恩典，你减算过了；主的恩典，逐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有时我愈烦恼，地高心乱乱，遥记上帝听通百世皆不愿。你所赐的恩典，搁再想来记，遥记就会无去一爱今生。主的恩典，你着算着少；主的恩典，你减算为了；主的恩典，逐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所以经过试炼，无论大小事，无伫落只希望上帝肯做主。你所赐的恩典，照旧想来讲，主的安慰紧带到天顶家乡。主的恩典，你着算着少；主的恩典，你减算为了；主的恩典，逐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感谢上主怜悯台湾美丽岛，疫情扩大，战乱迫我闪无路，宽灵圣手奇妙疼痛来包围，消毒惊吓辛苦不忘的安慰。主的恩典着纪念分享，无分性别身份人种，同心奉献，咱起头的疼，
庆贺主君感谢阿罗主生命，感谢上主人民台湾美丽岛。疫情扩大战乱，逼我闪无道，权灵成手机标听通来保卫，消毒惊吓手术毋忘地安慰。主嘅阮伝着纪念分享，无分性别身份啊人种。当心风轻，咱起头个听，庆贺主君感谢阿罗主生命。咱同齐来祈祷，主冤起头，你创造万有，你也赏赐管伫这个世间领受济济。主，你也引带以色列人经过压迫。来到伫自由的所在，伫遐因将初起头的土产来重新奉献伫你。今仔日观点伫遮，愿也领受对古早以来所流露水的信仰价值。所以当阮奉献的时，这是重新讲救恩故事的时。也是重新延续信仰价值的时，愿主帮助阮，互阮学习踮伫庆贺甲感谢中间去分享、去纪念，也互济济无分性别、种族的人，会当踮伫你的听内面，得到恩典，得到祝福。愿主赐福伫阮逐人，互阮永远纪念你的听。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听。
请坐。咱即时要来做妇女事工的报告，咱请美珍长老、美珍。敬听的牧师，咱的长职，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会当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尤其伫疫情，甲伫有乌克兰甲俄罗斯的即个战争的中间，咱搁较会当感受，会当来敬拜上帝，实在是一种恩典。今仔日是总会的妇女事工设教100周年的奉献主日，我代表总会妇女事工委员会向大家来请安，感谢咱大家对妇女事工的支持甲带导，互咱的总会、中会、区会所有的妇女事工会当真顺利来推动。咱也知影，咱的教会是第一间设立女长老的教会，表示咱的教会对女性的尊重、鼓励甲支持。今年妇女事工100周年会有真济的计划事工活动，等下咱会当透过影片来了解。搁有伫9月22甲24日，要伫台南庆运文化中会馆天桥教会来举办妇女100周年的庆典大会，共同来见证上帝的恩典。咱教会妇女堂客，每一个礼拜2会知影，咱有聚会，阁有练歌，是为8点半到10点。欢迎咱的姊妹做伙来参与，来做伙来参与服侍，会当彼此来互相扶持、鼓励、甲带导，愿上帝恩典甲咱同在。以上报告，接续咱来看影片。总会妇女事工委员会是由23个宗会和4个族群区会的妇女事工部的部长所组成。我们的事工可以分成灵性形成事工、人才培育事工、网络及文字事工、社会关怀事工和普世关系事工。
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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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主。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主。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所以也邀请大家继续来关心教会中间的妇女的事工。后礼拜咱爱召开中职会，所以今仔日咱各部会请咱会当找时间来开会吼。好另外一个是中华教育部请我来做一个主持学师资的训练。所以因为踮伫咱教会中间吼，所以也想说邀请咱3月27下晡。对2点半到5点，若是有兴趣的，欢迎咱会当报名来参加。咱昨有迄个齐声说阿面带领公道的这本册的来介绍。你若是有想要有进阶课程，欢迎你会当来报名吼。所以这个时间有6摆，爱交作业，爱做伙练习。有兴趣的人欢迎来找小倩长老，也是踮伫办公室迄边咱来报名。好今仔日头拄有讲吼，就是教社委员会有发起为着乌克兰相关救助工作的募款，所以伫周报内面有写目前咱合作的单位因所咧做一寡救援的工作。因为所有的奉献敢若收1个月，包括外交部也是总会拢敢若收1个月的迄个奉献，所以若是咱有要奉献的兄弟姊妹，伫咱今仔日也是后主日，咱2个礼拜无
若是搁过吼，一个月就袂赴啊。所以若是有想要为着乌克兰救助工作的奉献的，请咱伫即2礼拜中间，咱有意愿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咱就做伙奉献来支持这个工作。好咱踮伫2月25，为着陈玉芳姊妹举行日宴告别礼拜，因特别感谢咱教会中间的关怀，因为玉芳姊妹较少来到伫咱这几年中间无踮伫咱教会，伊是参与送大后来受洗，但是伊的囝儿拢无踮伫教会中间，咱也继续为着因来代祷。过来是俊华执事吼，已经伫顶礼拜拜5举行告别礼拜。今仔日我看到方医师因踮伫咱中间，特别咱来致谢吼，且迄个副秘书甲方医师因特别咱大家感谢嘛。咱继续为着俊华这因家至亲友来祈祷。感谢上帝恩典，因为102岁，上帝真正祝福满满踮伫俊华这个生命中间。咱也继续为着因整个的家族来代祷。好，这以上这个报告。咱即时来吟祝福车恳的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咱起立来吟诗线，请牧师带咱接祷。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的安宁。像等到我醉，你望母暗暝看见主的光。愿主真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天堂，亲像等到我醉，伫梦母暗暝看见主的光。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互咱庆贺、纪念、分享、奉献，带祝福到伫每一个需要的所在。愿这个祝福对咱开始到伫整个的世界，对打直到永世代。阿门。请坐。